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仲未達成貿易休戰協議，聯儲局又再度減息，不過美國政府就繼續停擺。我哋應該係年底前點樣部署呢？首先，習特會之後可以確定嘅係關稅風險已經大幅緩和。咁當然政策係有機會反覆不定嘅，但仍然有另一大因素支持環球股市表現。講緊嘅就係聯儲局進一步減息。我哋預期12月將會再減多0.25厘，下年進一步減0.75厘，帶動利率降至到3厘，加大美國經濟實現軟着陸之餘，企業嘅盈利亦都有望繼續強勁增長。咁事實上，美股第三季業績係已經唔錯噶啦，市場嘅盈利預期都持續向上修訂。喺明晟股票指數當中，亞洲隨日本股市最亮眼，12個月嘅綜合盈利增長預測大概15%，跑贏其他市場。中國更加有國策支持，四中全會鞏固咗提振服務業消費同埋支持企業盈利嘅計劃。另外，美金預期短暫反彈之後持續走弱，帶動資金流入非美市場。我哋再睇埋技術因素，我哋嘅短期量化模型仍然睇好環球股票，長期嘅股債模型都明顯睇漲。綜合以上幾個因素，我哋對標普500指數同埋恒生指數12個月嘅目標，分別調高至到7600點同埋29800點。而我哋偏好股票多過債券，基於公司債嘅估值偏高，股票相對上有更加大嘅潛在上升空間。不過喺減息嘅背景之下，繼續對政府債維持核心持倉觀點，預期短期嘅收益率跌幅將會多過長期收益率。總括嚟講，市場嘅情緒喺2025年最後幾個月有望維持積極樂觀，減息同埋盈利增長強勁係核心嘅支持因素。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要點讚同埋分享啊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